咱国家领土上南边的太平岛码头整修工程已经完工，最近有码头的启用仪式。严格海巡署表示，因为国安的理由未对外开放。伊若特别落任的总统蔡英文今日去太平岛宣示主权，学者是认为讲，目前两岸局势有较敏感，袂使干那想主权的宣示，应该爱对整体战略的角度来思考。总统任内会去太平岛吗？拜一公开行程拢伫台北蔡总统阁问到上任以前是毋是去太平岛，因为平面媒体报道，海巡杨立南15为高雄港出发，再先恳请原地17步到太平岛，要参加18港桥新船甲码头整修工程完工启用仪式。传出中国空54 A 型的飞弹护卫舰、气球舰伫太平岛30海里水下的监视。啊，毋过根据了解，杨立南出海是执行迫害专案，例行顺服勤务。太平岛码头最近的启用，啊，毋过不是18。采取持盈保泰的做法，也就是维持我们治权跟管理权的实际的执行，或许是一个可以考量的一个方案。学者认为，蔡总统现在是不是去太平岛，应该在复杂高敏感的南海局势之下，所会明只是主权宣示，应该为整体战略角度做考虑。台湾自制的永鹰号已经交机27架。那国建国造的海鲲军舰也已经完成下水典礼。也接见鲁比甲空军主题反台团，讲到这几年国防自主的成果，传出伊甲副总统罗清条进前到庭参加昆林南高船典礼了后，秘密巡视，伫遮各组舰南海军府，会中舰南各组召集人黄曙光甲台船代表提出，7只后续舰用3+2+2，也就是2+3+2等方式分配建筑。蔡总统交予罗清条决定，伊当场表达要做一摆做还，被解读是决定量产政策，台船表示乐观其成。那其实，在世界各国都是这样来做啊，应该是一艘接着一艘，然后中间的过程中都会有不断的去精进。如果政府这边有这样的一个政策能够去延续，我想对国防还有对台船来讲都是好的。台船指出，一摆做7只后续舰，应该是指一摆编列7只预算，生产线上济因同时建造3只，安尼用缩短后续舰的机程，提升造舰能量，让留住人才。外界评估每一只后续舰经费差不多200亿，台船认为爱去考虑通膨、材料成本浮动等相关预算编列，爱等国防部建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